达摩大师迄迷论，宇宙华严寺沙门释中敬后刻。三界奋起同归一心，正佛后佛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问曰：若不立文字，以何为心？答曰：你问我，即是你心；我答你，即是我心。我若无心，因何解答你呢？你若无心，因何解问我？问我即是你心。从无始空大劫以来，乃至思维运动，一切时中，一切处所，皆是你本心，皆是你本佛。即心是佛，亦复如是。除此心外，将无别佛可得。离此心外，觅菩提涅槃，无有是处。自性真实，非因非果。法即是心意，自心是涅槃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无有是处。佛及菩提皆在何处？譬如有人以手提虚空直向，虚空但有名，亦无相貌。处不得，舍不得，是作空不得。离此心外，见佛将不得也。佛是自心自得，因何离此心外觅佛？正佛后佛，只言其心。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处？心外既无佛，何起佛见？地上空隙，不能了本心。彼土无情无业，无自由。若也不信，自空无益。佛无过患，众生颠倒，不觉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不应心外觅佛。佛不度佛，将心觅佛，不识佛。但是外觅佛者，真是不识自心是佛，亦不得将佛礼佛，不得将心念心，不得将心念佛。佛不诵经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痴犯，亦不做善恶。若欲觅佛，须须见性，见性即是佛。若不见性，念佛诵经持斋持戒，亦无益处。念佛得因果，诵经得聪明，持戒得升天，布施得福报。觅佛将不得也。若自己不明了，须参善知识，了却生死根本。若不见性，即不明善知识。若不如此，纵说得十二部经，亦不免生死轮回，三界受苦，无出期时。昔有善星比丘，诵得十二部经，犹自不免轮回，原为不见性。善星既如此，今世人讲得五本经论，以为佛法者，有人也。若不识得自心，常得显文殊
都无用处。若有灭佛，特殊见性。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。无事无作人，若不见性，将入茫茫，向外追求。灭佛原来不得，虽无一物可得。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，切须苦求，令心悔改。生死时代不得空过，自空无益。纵有珍馐如山，灌输如恒河沙，开眼则见，合眼也见无。故知有为之法，如梦幻顶。若不及顺事，空过一生。然则佛性自有，若不因事，将不明了。不因事误者，万中稀有。若自己以缘会合，得圣人意，则不用参善知识。此即是生离知字，性学也。若未误解，须勤苦参学，引教方得悟。若未悟了，不学亦得，不懂迷人，不能分别造别，妄言宣佛体。谤佛记法，如是等类，说法如有，尽是魔说。即非佛说，师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明。迷人任他智慧，不觉对生死海。但是不见圣人，妄称是佛。此等众生是大罪人，供他一切众生历入魔界。若不见识，说的是离暴经教，正是魔说。魔家灌输，毋是佛家弟子。既不便造别，平和免生死。若见性即是佛，不见性即是众生。若离众生性，别有佛性可得者，佛今在何处？即众生性，即是佛性也。性外无佛，佛即是性。除此性外，无佛可得。佛外无性可得。问曰：若不见性，念佛诵经，布施持戒精进，广兴福利，得成佛乎？答曰：不得。又问：因何不得？答曰：有效法可得，是有为法，是因果，是受报，是轮回法，不免生死。何时得成佛道？成佛须是见性。若不见性，因果定义是外道法。若是佛不是外道法，佛是无业人，无因果，但有效法可得，真是谤佛。平和得成，但有注着一心一灵一解一见，佛都不喜。佛无痴幻，心性本空，亦非个真。诸法无修无证，无因无果。佛不持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恶，佛不精进，佛不懈怠，佛是无作人。但有自着心，
见佛则不喜也。佛毋是佛，莫作佛解。若不见处于一切时中，一切处处，皆是不了本心。若不见性，一切时中，能作无作相，是大罪人，是痴人。若无记空中，纷纷如罪人，不辨好恶。若灵修无作法，先思见性，然后识缘路。若不见性，得成佛道，无有是处。有人半无因果，执然做恶业，妄言本空，作恶无过。如此之人，对无间乌压地狱，永无出期。若是智人，不应作如是见解。问曰：既若思维运动，一切时中皆是本心。色心无常之时，云何不见本心？答曰：本心常现前，你自不见。问曰：心既健在，何故不见？师曰：你暂做梦相。答：暂做梦。问曰：你做梦之时，是你本心何？答：是本心。又问：你言思思维运动，与你别不别？答曰：不别。师曰：既若不别，则此心是你本发心。则此发心是你本心。此心将无数空达劫来，以如今不别，未曾有生死。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好不恶，不来不去。亦无是非，亦无男女相，亦无正俗老少，无成无还，亦无佛，亦无众生，亦无修证，亦无因果，亦无经历，亦无相貌，亦无虚空。处不得，舍不得，三好招壁，不能为碍。出没往来，自在心通。透五云山，度生死河。一切业，苦处发心不得。此心微妙难见，此心不动色心。此心是人，皆欲得见。以此光明中，运手动作者，如恒河沙，急河猛逐，总得不得，犹如牧人相属，总是自己受用，因何不识呢？复言一切众生，真是迷人，因此作业，对生死河。欲出凡目，只为不见性。众生若不迷，因何问着其中事？无有一人得慧者，自家运手动作，因何不识？故知圣人意不错，迷人自不会晓。故知此难明，唯佛一人能会此法。一人天及众生典，尽不明了。
若智慧明了，初心和明发性，一明解脱。生死不屈，一切法枯脱不得。是名大自在王如来，一名不思议，一名圣体，一名终生不死，一名大仙。名虽不同，体即是一。圣灵种种分别，皆不离自心。心量广大，应用无穷，应眼见色，应耳闻声，应鼻嗅香，应智知味，乃至思维运动，皆是自心。一切时中但有言语道断，即是自心。故云如来识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识无尽是自心，心识善良分别一切，乃至思维运用，皆是智慧。心无形象，智慧亦无尽。故云如来识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四大色心即是烦恼，色心即有生灭，法身常住无所住。如来法身常不变一个，经云众生应知，佛性本自有志。业业只是我的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处当自佛心。前佛后佛，只传此心，除此心外，无佛可得。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追求总入茫茫。念佛礼佛，佛在何处？不应做如是顶敬，但知自心，心外别无别佛，心外竟无别佛。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有佛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自心是佛，不应将佛礼佛。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，互你见前，切不用礼敬。我心空寂，本无如是相貌。若此相，即是魔，静乐邪道。若是还将心起，即不用礼。礼者不知，知者不礼。礼必魔孽，恐学人不知，各个罪十遍。诸佛如来本性体相，都无如是相貌。切殊在意，但有一境界，切不用概括。亦莫生死报，不要疑惑。我心本来清净，何处有如是相貌？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地色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屈。我心本来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见。若莫此相，若起佛见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，离心敬重，自对众生为重。若欲得慧，但莫处一切相，即得。
经无别语，故经魂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多无定实，凡无定相，是无常法。但不取相，合托圣意，故经魂。离一切相，即名自佛。问曰：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？答曰：天魔破顺，修罗是见神通，该作得菩萨相望，种种变化是外道，总毋是佛。佛是自心，莫错礼拜。佛是西国语，处土魂觉性，觉者能觉，应机接物，用眉顺目，运手动足，皆是自己能觉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禅。禅之一字，非凡性所测。幽魂见本性为禅，若不见本性，即非禅也。假使说得千经万论，若不见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由深，不可为会。顶教平和所及，但见本性。一字不识亦不得，一字不识亦得。见性即是佛，性体本来清净，无有杂秽。所有言说，皆是圣人从心起用。用体本来空，名言犹不及。是部经平和得及，道本完成，不用修正。道非成色，微妙难见。如临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向人说也。唯有如来能知。有人天典类，道不觉知。凡夫知不及，所以有得相。不了自心本来空寂，不了自心本来空寂，望得相及一切法，即对外道。欲知诸法从心生，不应有执。执即不知，欲见本性。十二部经总是行文理，千经万律只是明心。言下气会，教将何用？至理绝言，教是意事。实毋是道，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若夜梦见罗家宫殿，像马之属，及树木丛林，地顶如是顶上，不得起一念落着，真是脱生之处。切书在意，临终之时，不得取相，即得取将疑心背起，即魔念。发心本来清净，无受，只缘迷过，不觉不知，因自过，妄受报。所以有乐着，不得自在。至今若悟得本来真心，即不念习，
六种性入还，世间种种杂类，自为众生。故圣人亦顺皆得自在，一切业具托不得，成就有大为得。一切品类业必托圣人转，天堂地狱无奈何他。凡夫心识混昧，不懂圣人。内外明彻，若有碍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后悔无上处，后悔无上救处。贫穷困苦皆将梦想生，欲了实心，地上宽免，但无作利作，即入如来知见，初发心灵，心识总不定，欲望中并见异境，则不容易，皆是自心起过。不将外来梦欲见光明出现，过于日轮，则意识顿尽，法界圣见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。为自知不可向人说，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，眼见光明。或大或小，莫依人说，亦不得处，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，眼睹光明，依旧无益，不得怪，并是自心欲明显。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，亦自心渊源欲实，亦不得向人说。梦六昏昏，犹如阴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烦恼种种，亦自知欲见本性，不用读经念佛，讲学道之无益。心识转分，色教只为表心，若色心何用看教？若将凡入性，即是色用神，随分过日。若道侵会，灵性转移道相违，自叹无益。圣人于生死中自在出没，阴险不定，一切业具托不得。圣人破邪魔，一切众生但见本性，意识顿灭，心识不昧，事实直下辩会。只在如今，欲真会道，莫执一切法。色业永神，意识亦真，自然明白。不假用功，外道不会佛意；用功做道，违背圣意。将你苦苦念佛专经，本以心性，不免轮回。佛是恩人，何用苦苦讲求名利？后时何用？但不敬圣人，读经念佛，中学精进，落实行道，中坐不误，讲学道门，以为佛法。此等众生，正是谤佛法人。前佛后佛，随缘见性，自行无常。若不见性，妄言我执，
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十大弟子阿难多文中得第一，以佛无色只学多闻，离生外道皆不识佛。色素修正，对在因果中，是众生业报，不明生死，违背佛意，即是谤佛众生。杀戮无罪过，警魂三体人不生信心，杀却无罪过。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为人；若不见性，即不用此处谤他良善，自叹无益。善恶立然，因果分明，天堂地狱只在眼前。有人不信，现对黑暗地狱中，亦不觉不知，只缘业当过，所以不信。譬如无目人，不信道有光明，纵向伊说，伊不信，只缘妄过。平和便得日光，为人亦复如是。现今对畜生杂类，但在贫困下贱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虽受苦，直问着一言我今快乐，不益天堂。故知一切众生，生处为乐，亦不觉不知。如是恶人，只缘业中当过，所以不能发信心者，不自由脱也。若见自心是佛，不在剃度书法，白衣也是佛。若不见性，剃度施法亦是外道。问曰：白衣有妻子，淫欲不持，便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。只为不见性，但得见性。淫欲本来空寂，自念断除，亦不落着。纵有意识，不能危害。何以故？性本清净故。虽处在五蕴色身中，其性本来清净，染污不得。法身本来无受，无饥无渴，无寒热，无病无恩爱，无惯习，无苦乐，无好恶，无地长，无强欲，本来无有一物可得。只缘即有此色心，因即有饥渴寒热将病顶上。若不得，即亦任做。若于生死中得自在，转一切法，以圣人心通自在无碍，无处不安。若心有碍，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，不作最好，作了不免轮回生死。若见性，贪多罗亦得成佛。问曰：贪多罗杀生作业，如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见性，不言作业。将作业不动，一切业去不得。将无数空大劫来，只为不见性。对地狱中，所以作业轮回生死，
将悟得本性，将不作业，欲不见性，念佛免报不得，非论杀性命。欲见性，疑心顿独，杀性命亦不奈他何。自西天27祖，只是地传心应，我今来出土，为传顿教大圣。即心是佛，不言持戒，真正可行。乃至入水火，定于剑轮，一时中坐不悟，情是外道有为法。若失得思维运动，灵觉之性，你即自佛心，正佛后佛，只言传心，经无别法。若识此法，凡夫一字不识，亦是佛。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，假使心破如迷人，密佛将不得也。佛者亦名法身，亦名本心。此心无形象，无因果，无筋骨，犹如虚空处不得，不动执碍，不动外道。此心度如来一人领会。既众生迷人不明了，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。若离实心，即无能运动。实心无知，如草木瓦砾，心是无性，因何运动？若自心动，乃至言语思维运动，经文各地，皆是动心动用。动是心动，动即其用，动用外无心，心外无动，动不是心，心不是动，动本无心，心本无动。动不离心，心不离动，动无心离，心无动离。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，动即心用，用即心动。不动不用，用体本空，空本无动，动用动心，心本无动，故境分。动离无所动，将日起来而未暂去，将日见而未暂见，将日笑而未暂笑，将日闻而未暂闻，将日知而未暂知，将日喜未暂喜，将日行而未暂行，将日住而未暂住。故境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经文各地，本主原集，乃至深喜痛痒，何益莫人？只缘推心，听像不可得。故境分，恶业即得可报，善业即有善报。不但亲对地狱，喜即升天。若知亲喜成空，但不得即业脱。若不见性，讲经决无凭，岁亦无尽，类表写证如是，不及一字也。颂月，心心心难可寻，宽时遍法界。夜夜不用占，
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无物。欲欲求佛，但求心。只这心，这心是佛。我本求心，心自持。求心不得，大心知。佛性不将心外得。心生便是罪生时。祈愿我本来出土，传法救迷情。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